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正，欢迎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台湾发生头一站得着武汉肺炎过往的患者，有医生就讲，若要提防社区感染发生，就要建立出探病源头。台大公卫学院预测还有100通的可能带病毒，不过掌握较袂到的人。日本讲头一站死亡案例看护人员嘛确定致病。教育部宣布自后一学年开始，袂阁准高职甲技术学院新设表演艺术的科系咯。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昨发布讲，有一个得着武汉肺炎已经过往的患者，是伫咧驶自家用的轿车载人客的司机。伊本身虽然近来毋捌出国过，毋过载着中港澳转来的人客确实是袂少。伊的小弟嘛验出致病，已经伫咧治疗。但是中央指挥官讲，目前有锁定可能探病源头咧追查，这站敢有算是社区感染，就要看疫情调查的结果，才会当断定。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昨日暗召开记者会，宣布国内新增加2例确诊病例，是一个60多岁白牌司机，甲50多岁无症状小弟。司机发病了后，第20天过往，不离高这司机并无旅游史，暗过做客户拢是为中港澳来旅客。有 B 型肝炎及糖尿病的病史，无出国旅游史，亦非确诊病患之密切接触者。于1月27号出现咳嗽，2月3日因呼吸急促赴医院就医，诊断为肺炎。当日收治于负压加护病房治疗，个案于2月15日晚间因肺炎合并败血症死亡。司机小弟目前伫负压隔离病房治疗，指挥中心当地调阅同仁记录甲监视器等资料，追查感染源。却问到是毋是社区感染，但市长第一时间原本讲会当算是，毋过后来解释社区感染要有相征兆，包括确定病例，无得找到感染源。本地感染已经超过境外医疗感染所。社区感染基本上是要社区内有连续性的人传人，而我们的这 case 是一个零星的个案。那目前我们也核对他的健康的资料，也锁定了3名。那目前在查验中，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因为这整个的情况来看起来，社区发生连续的人传人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的低。但市长表示，看情形，必要时公布患者的相关资讯，请民众细腻，毋过莫惊吓。为了加强防疫，指挥中心嘛宣布，原本为中港澳等来台湾爱居家隔离，各为新加坡、泰国等来台湾，拢需要自主检疫以外，即马只要是等来台湾民众，若有症状，拢爱采检。记者综合报道。但是当阵台大病院小儿科的黄立明主任就讲，若要提防社区感染的情形发生，就要紧甲这桩个案探病源头理出来。另外，过去对抗 SARS 出名的专家张尚顺医师嘛讲，情势万不然若真是变歹，伊会考虑停止上班上课，才通抵挡病情愈探愈开。后来武汉肺炎的确诊个案，佫新增加2例，其中一个是中部60多岁查甫人，伊是白牌车的司机，客户拢是有中港澳旅游史的人。另外一个是甲伊带做伙的亲人，目前无感染的症状，伫咧负压隔离病房。有医师认为讲，这有可能是社区传播的警讯。即马上重要的是要甲患者的感染源找出来。那个感染他的人是谁不知道，那个感染他的人到底走到哪些地方，现在也不清楚。所以目前台湾应该算是有社区感染，只是他这可能还在社区感染的最外围。当年对抗 SARS 的专家台大副校长张尚顺是表示，新型冠状病毒目前无药啊通治疗，嘛无疫苗会当预防。即马这个阶段，政府防疫工作是做甲真好，但是真正发生社区感染，就那像是流感、等啊病毒共款，必要的时阵建议停班停课，而且暂停所有大型活动，才会当降低病毒传播。有可能会像长病毒7C型这样的一个方式。同一个班级里面有1、2位同学有被证实的话，那为顾及其他同学会不会被发生感染的现象，那我们当然有可能会考虑是不是要有停班停课的作为。专家强调讲，社区感染其实要避免是真恶，就算讲是发生啊，民众嘛免受烦恼，只要莫发生医来感染，问题就无大。因为医护人员若是去互隔离治疗，社区感染佫需要医护人员照顾患者，规个医疗体系就无法度负担疫情，是一种连锁的反应。记者综合报道。这个致病死亡驶白牌车载人客的司机，
咧甲伊斗接车抓的车行，但是讲确实有接到卫生单位来调查。讲起来，私底下扣客这款自家用的轿车，直接到的对象确实是无介好查。家庭车这头近来生意嘛受到大影响，嘛有袂少问讲咧讲，照起工咧消毒是拢有，不过究竟确实是哪来哪歹卖。台湾头一个感染武汉肺炎死亡的患者，是中部某一间白牌仔车行的驾驶，车行的同事拢相当低调。今仔检查敢无来？有啦，啊，伊主要是问啥？主要是调查这资料，伊有接触。车行同事低调嘛讲真烦恼，敢若会当加强消毒。这款的消息嘛，互第一线载人客客停车司机真惊吓，生意嘛受到影响。一天只能做不到1000块，早上6点出来到晚上6点做1000块左右，要怎么生活？会影响啊，人会惊。所以我嘛要真注意，我戴口罩甲消毒啊。客停车司机讲冲击实在真大，火车头外口车是排到落长，袂少司机讲日子愈来愈歹过。疫情爆发了后，观光客变较少，搁延后开学，生意减一半以上。即马搁传出白牌车的司机怀疑是防画着转来死亡的消息，互人搁较烦恼。工会讲白牌车以自用车家己招人客营业，确实会变管理的空旁。那他如果是那种租赁业R开头那种租赁业的，有车行的，那还能有迹可循。那你是自己私家自己用的，完全没有办法追踪。目前就是有人检举把这个LINE的群组把它弄掉而已。工会表示，白牌甲正规的客停车，各有多元化的客停车无同。白牌是以自用车来载人客，并无加入租车公司，也是车队的组织，人数歹管理。加上真侪是用到小部，各有通讯软体来联络，接触过的人数无法度掌握。客停车司机敢若会当加强消毒，嘛讲要摕到物资，确实是无简单。酒精真的是很难买，那我们就是自己用漂白水还是消毒水来代用。司机讲，逐工出车载人客进前，拢会甲人客吸过的所在消毒。以台中市来讲，虽然营业驾驶会当一届领10个喙暗，10工了后搁领一摆，嘛希望防疫物资会当较充足，加强第一线消毒的工作，保护人客，嘛保护家己。记者综合报道。早起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嘛出面分析疫情，讲乌北武汉市林丰城进前按起来有7545个人走对台湾来，照因咧其中有可能带病毒的人数，拍算是505个人一旁。研究出来的数字嘛，算出讲，这内底也有111个人较歹掌握到，因嘛要提醒主管机关，这站就要真斟酌。武汉肺炎拖到全世界，其中泰国、新加坡甲日本拢有社区感染的现象。台大公卫学院提醒，武汉封城进前离开的500万人当中，才有7515个人来台湾，估计其中留伫台湾的潜在感染数是506人。若是根据文献，台湾目前的发烧检疫会当排除78%感染者，所以超有111个潜在的武汉肺炎病人无吹出来。亚洲已经变成是爆发流行的社区的推估。从1级到3级所进来的入境旅客，我们的防疫警戒线没有再提升，我们可能会有7000个个案的感染人数潜伏在我们现在目前的社区。但秀熙表示，根据 WHO 统计，到2月15日迄天，有50580人检验确诊，死亡人数1526个人，死亡率来到3.02%。中国封城了后，确诊数量确实有降低趋势，不过乌北、武汉的病例再生数也是搁伫增加，佮加上部分城市封城较慢，疫情敢是有减轻，也搁要等1礼拜观察。另外，根据日本北海道大学上新的研究，目前武汉肺炎的潜伏期是5天至6天，但是日本所有26个确诊的个案，伫咧也未出现症状的时阵，就已经感染予后一个患者。伫这个发病世代浪旁才3-4天，估计有1半以上的个案拢是无症状传播。每一对从传染者到被感染者之间，它的这个间隔那做一个所谓的统计的分析就他发现什么呢？发现在这26对6个国家26对的个案里面呢，他们估计出来的世代间隔平均大概是3.4天。学者认为，根据这项研究，武汉肺炎无症状传播确实有可能来发生，不过传播的影响力有偌大，也搁爱评估。不离个国内也是爱赶紧估计本土的流行病学参数，包括潜伏期、甲世代浪旁等等，通好评估国内无症状传播的威胁，甲制定新的防疫方向。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全世界目前武汉肺炎诊断确定的病例已经超过7万人。咱来看下晡上届新统计人数。即阵中国有70552个病例，
致病死亡的有1770个人。中国国内一日新增加死亡的人数就超过100个。另外有新增加病例，国家是新加坡已经75个病例，日本60例，香港57例，韩国30例，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目前是9个患者。另外，还佫停伫咧日本约克哈马港口的船礁公主号游览船，目前船顶计共是355个病例。咱台湾当时有20个病例，其中1个人致病死亡。欧美国家迄边面，法国有12例诊断确定，其中1个死亡。加拿大新增加8名例，美国增加15个案例。日本中央政府负责健康医疗的部会厚生劳动省早起宣布讲，因部门内底一个捌去咧到船礁公主号游览船顶斗发落工课的公务人员，担嘛验出致病。另外，进前新内川县伫咧负责看顾致病过往迄个老太太的看护人员，担嘛确定有去互伊倒着病。美国当时已经派出要去船礁公主号载国民转去的飞行机，毋过嘛有个人讲甘愿继续留踮游览船顶留到14天到。进前中国宣布2月初10，大细间工厂都要继续开工做事。今日当下已经第2礼拜了。早起桃园机场有真侪要过去上班的台湾人，行李内底若毋是消毒水，就是款真侪喙罨。但有立委咧指出讲，媒体报道竟然有企业要求员工炸喙罨过去，拢总都要交起互公司配给。伊嘛要提醒台商的企业爱带社会责任，毋通疫情未控制进前，强迫干部一定都要倒转去。地勤人员对卡棒摕消毒水出来检查。17是中国复工的第2礼拜，台干甲台籍员工早起去松山机场坐飞机去上海做工课，体温枪、喙罨、消毒用品拢是必要的防疫配备。已经延过1次了，那可能有些事要回去处理，这样。自己会有一些担心吗？那也没办法，为了生活啊，那怎么办呢？大家都不容易吧？因为我们是台干呢，也是要过去了。要过去之前心情会很复杂。我是还好啦，家里人会比较复杂。戴多少口罩？我们是2个，戴了150个。喙罨上侪当早5鸭出境，立委甲民间团体早起开记者会，要求中国政府甲伫中国设厂的企业提供员工有够量的喙罨。因为有媒体报道，某一个石化企业互员工投诉，等去中国复工的时阵，爱炸有够量的喙罨，全部交互中国厂区。台商要求台籍的干部，每个人要背这个5盒口罩，然后带到这个中国的厂区上缴给厂方，然后再重新配给回来。可是很可怕的事情是，重新配给回来的口罩却是非常非常的少。立委甲罗定表示，企业把台籍员工叫转去中国上班，毋若员工真惊吓，嘛有可能变做台湾甲家庭防疫的人芳。就算讲劳动部发布的指引表示，若是企业无必要，应该避免派劳工去，但是无具体作为。建议经济部甲劳动部掌握复工的情形，企业嘛爱有社会责任，袂当是钱你在赚，疫情风险需由劳工甲个人来承担。记者综合报道。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已经宣布，监测的范围会搁加大，出去便有国外旅游，也是捌和患者直接到的对象，拢会尽量送检验。早起。台北市医师工会嘛提醒讲，台大病院内底医师检验数敢若200几个，别日都爱过检验的病例，若一个多，骹手惊会较不足。另外，因也呼吁政府毋通约束医护人员的喙罨，一工敢若会当使用2袋尔。要出入台大病院大门，拢爱先通过体温量测，若是体温无正常，机器就会弹。另外嘛规定出入病院拢爱强制挂喙罨，因为国内若像发生武汉肺炎社区感染病例的头一个，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16宣布加强社区监测，若是有国外旅游史、接触史等等，会加强采检送验。政府在这个时候不可能管到每一个人啦。如果说你是出国回来，那就只好自主管理。全台湾各大病院进行防疫备战，台大病院表示，医护检疫人力有够。台大护理师嘛讲，检疫力量是提悬真济，无论是检疫器材设备拢量量。最近嘛要求医护人员上课，包括出入防疫隔离病床、穿隔离衫等等的线顶教学。台大医院人力一直都够啊，检验的那个能量其实也有大幅的提升。不管是隔离病房的穿脱隔离衣的一些设备，或是就是线上教学，其实应该各大医院其实都做得蛮确实的。不离个台北市医师职业工会烦恼讲，未来若是社区感染的病例变多，医护检疫人力可能会无够。台大
医院而言呢，检验师的数量大概占3%到4%，其实大概有200到300位的医检师的这样子的数量。社区感染或者是说所谓的社区传播，在那未来有可能会变多的状况之下，我们其实就是也还在收集会员的意见当中。另外，台北市医师资格工会嘛讲，目前各大病院医护人员出验的数量拢有严格控管，每一个人原则上一天2个。啊，毋过第一线医护人员算是染病的高危险群，出验的管制应该爱搁放力，若是垃圾就爱换掉，而且嘛呼吁各县市政府卫生局都应该公布出验发配病院的数量。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进前找无所在去瓦罕迄只游览船威斯特丹，但已经有验出船顶一个人客致病，因为2月初4，这只船就要来高雄港休一日。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目前已经列出有含落船的旅客直接上密切的215个人。啊，高雄市卫生局嘛表示讲，即阵有掌握到遐个旅客捌去到高雄5个风景地区，搁有台南3位所在，甲屏东垦丁。嘛提醒2月初4，捌共去迄寡地头出入的民众，搁有店家，都要斟酌注意家己健康的情形。用酒精拭拭位甲扶手，高雄公车出班进前爱先做过消毒，因为确诊有武汉肺炎病例。美国邮轮威斯特丹号2月4号东港停靠高雄，高雄市公车研判有10台载着船顶的游客，司机当地进行自我健康管理。载着游客的计程车起付掌握嘛有34台，总数偌济，搁无办法确定。计程车的部分，大概针对车行的部分是有3、4辆的车辆，那我们现在也掌握到了。那至于说个人车行的部分那因为要跟那个现场的一个促进会来做一相关的了解。确诊病例当中有落船无？中央疫情中心也未公布，但已经掌握44名司机甲港口人员，总共215名密切接触者。所有游客去过所在，市府目前根据计程车行汇报，确认有高雄5个景点、台南3个景点甲屏东垦丁。除了佛光山、高雄美术馆，还有我们的9号码头之外，莲池潭以及这个西子湾这些是我们高雄地区的相关的一个景点。另外，在台南这边有包括奇美博物馆、台南的安平古堡的一个游玩，还有赤坎楼。那在屏东部分也到达到垦丁。这市公车游客敢唔去过其他的地点？卫生局表示，因为无办法分辨一般的游客甲邮轮游客，会使查到的资料有限，但已经过13天，目前高雄无接到相关的就医记录。中央嘛也未发细胞简讯，呼吁2月4号去过相关地点的民众店家留意健康状况到18号。记者王家川、郭建准、严兆宽高雄报道。昨晚卫生福利部公布，这只游览船的旅客捌去行搭的所在，其中嘛包含台南市的安平、古堡，搁有赤坎楼。但台南市文化局是讲，古迹地区这风景所在，自1月底开始，就已经配合加强防疫的工作，因不时都拢有咧消毒。啊，服务甲摒扫的人员，喙安嘛拢有挂掉咧。要入去安平古堡的游客，唔若爱量体温，搁爱用酒精消毒双手。唔若安尼，古迹的工作人员便若有用着随消毒。无论是游客定接触的服务中心，也是便所。会这么紧张，是因为美国的邮轮威斯特丹号传出有一个确诊病例，而且捌伫2月初4来过台南的景点安平古堡、甲赤坎楼等等的所在。主要是因为安平古堡跟赤坎楼，因为它有传出说游客有到那个邮轮的游客有到这2个点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这个部分有特别去做一个加强的部分。消毒的重点是古迹的室内空间。除了古迹以外，台南另外一个景点基美博物馆嘛是迄当时游客去过的所在之一。尤其是博物馆拢是室内空间，官方嘛大动作消毒楼梯的手环、甲移电梯的所在。比如说扶手、把手跟电梯的按键，都做加强频率的消毒。那这些地方目前大概每个小时就会消毒1次。至少还就是控制的还不错。只是说，如果你有听到这件事说他有来，那我等一下可能就要戴口罩进去了，对，然后消毒水还是要弄一下这样。台南市文化局表示，古迹区甲文化中心等等的所在，拢有定在消毒。今年1月底开始，为着因应新兴冠状病毒的威胁，已经加强防疫，对入场的游客量体温甲酒精消毒。第一线人员嘛挂喙安。虽然讲威斯特丹号游客捌来过，但是目前相关景点无传出有人无爽快。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家己面对病症咧传得曝光大岛啊！顶礼拜解放军阁派飞机2摆射台湾的外海咧演习，
美国这边嘛连续3天派出军机飞过台湾半空中。早起，美国阁发布一只新等级的舰船 Chancellorsville， 顶礼拜按东海、按南海驶过去的相片。咱国国防部嘛证实讲，这只舰船确实有行探过咱台湾海峡。但就有学者咧分析，这就是美国向北京表明，因是大力咧挺台湾。提前立即观察海上的动态。美国第7舰队公布新等级的舰舰参赛勒斯维号15伫面册公布一个系列伫海上巡航的相片，强调这款是15军舰队东海驶去南海的相片。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严重，中国解放军正前2遍军机射台，美国嘛连续3天派军机伫台湾的附近空袭飞。美国指导阁公布相片，国防部嘛证实有通过台海。美军作战舰一艘在15号上午由北向南航经台湾海峡。这是执行一般的航行任务，国军在联合勤监侦的作为下，全程都有掌握。学者专家认为，美国最近伫台海附近的军事行动，除了进行自由航行的任务，是向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承诺。更加重要的是，明显是要甲北京传达挺台湾的政治动作。台湾在第2任民进党政府即将执政的这个节骨眼，有太多这种比较挑衅式的。或是比较可能造成不可预测效应式的作为，它是做给中国大陆看，向北京释放出强烈的一个讯号。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的明显。我不会因为你的主张而对我的行动打一些折扣。所以我们看美国海军发布相关的照片，包括通过台湾海峡以及在南海执勤的状况，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操作。学者分析，对2018年中国加强远海登航的训练以来，美军的动作哪来哪大。除了去年就有9遍军舰经过台海，甚至佮公布南上官兵监控海上情形的相片。今年嘛有2遍的动作，这边嘛是同款，公布相片甲北京划过的意思是真明显看出来。记者综合报道。早起，国民党立法院党团的总召集人林维洲立委要求行政院都要将防疫中心的等级提高到第1级，因为安尼生各部会才会拢总加入来，互指挥中心调度。共国民党的陈以信立委佫讲，中心的指挥官应当都要指派过去捌经验过对抗 SARS 这个现任的陈建仁副总统，也是未来赖清德副总统，因为因2个拢是公共卫生的专家。台湾出现武汉肺炎头一个死亡的案例，因为死者并无去过中国、香港或者是澳门旅游。中央流行疫情中心当伫咧想办法找出感染源，佮再加上死者的小弟是国内第2个无症头的确诊个案，引发社区感染的疑虑。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林维洲17召开记者会，认为行政院应该爱甲防疫的等级升级做1级开设，强化跨部会之间的沟通。会面临到防疫相关的什么状况？他们是不是独立自己在那边做决策？这个防疫指挥中心目前没有办法预测，所以我们看到几次问题的发生都是如此。那如果1级开设之后，全部的部会都要参与整个疫情指挥中心的调度跟协调。林维洲表示，升级防疫的层级了后，各部会就必须爱参与防疫相关的会议，做伙研究配套也有应用措施。国民党籍立委陈以信更表示，现阶段台湾的防疫工作已经达到准1级开设的标准，也提出行政指挥官应该会使由捌抵抗过 SARS 的副总统陈建仁，或者是准副总统赖清德来担任。所以我这边个人可以建议我们可以考虑是不是行政院长可以考虑指派现任副总统陈建仁。或者说是备位副总统赖清德，他们2位其实都是公卫专家。防治疫情继续拖，国民党团望中央赶紧升级咱台湾防疫的等级，让各部会有更较好的协调，也有沟通管道，做伙控制疫情。记者阿敏真、张玉水台北报道。来讲，台北市市长郭文铁医师讲到，台湾已经发生头一宗患者致病死亡、武汉肺炎致病死亡的案件。伊讲这算是单一案件，嘛无法度断定因为社区感染来造成。不过伊嘛警告讲，社区感染是早晚会发生。那安尼时到，咱敢着和武汉同款封城咧？郭文铁市长是讲，伊对台湾的医疗有信心，应当是袂惊到像武汉迄款失去控制的程度。台湾出现武汉肺炎死亡头一个，但是因为死者无出国旅游史，引发社区感染的疑虑。早起出席社会主体开工典礼，台北市长郭文铁指出，佮无法度确定敢是社区感染，毋过伊嘛警告，社区感染早晚会发生。
不要先说台湾一定不会社区感染，我倒认为是一定会发生。然后重点是，如果就算发生了，我们让它维持在零星的案例这种程度，这是上策。那所以只要它不是那种整个像武汉那种失控的局面，你知道吗？都大概政府的处理目标是那样。若是真正有社区感染，敢是会考虑比较武汉封城。台北市政府早就想到这步，官媒体坦白讲，早起因各有讨论，但是伊对台湾的医疗有信心，认为未到迄种程度。如果是那种叫群聚啊，比方一家好几个，我还是主张我们叫 evacuation， 就是把那个移出来，而不是把那个区封起来，因为这样成本会比较低。但是你说搞到像武汉那种封城，我跟你讲以目前台湾的医疗能力，应该不会到那个程度。如果到那个程度，那就真的是失控了。武汉肺炎冲击经济，新北市长侯友宜上心表态，无要等中央会当做的个先做。官媒提示讲，下晡会公布台北市的纾困计划，分低中长期会先公布一个版本。但是嘛，因为无法度确定中央会当予因偌济预算，所以到时阵才搁进行调整。记者郭灿平号组台北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讲，因为这几年来韩国的艺人称全世界，网络顶头的红人嘛袂少。但就有真侪高职甲大专纷纷拢设表演艺术的科系出来招募学生。这当中，敢若大细间高职表演艺术科的学生，计共就有4500几人。教育部嘛宣布讲，自后一学年开始，袂搁准高职甲技术学院新设这款科系，才要学生教伤济，大家拢总烧钱行共路。为着4月份的高中职艺队比赛，洪同学这几天拢甲同学去学校来练习。伊是读表演艺术科的，个性真活泼，面对观众嘛袂惊，唔但肢体真协调，而且口才嘛袂歹。因为我国中因为有表演课，然后也因为表演课的过程，然后就被激发，是走戏剧主持之类的。教育部统计，107学年高职表演艺术科的学生有4500多人，甲100学年比起来是增加1.6倍。基专校院方面，今年招生的名额甲6年前比起来是成长4倍，目前有2403个学生。不离个避免学校办学偏向特定的领域，教育部决定109学年度开始禁止基专校院甲高职新设表演艺术等等相关的科系。那未来也会是国家的相关政策方向来配合推动培育的人才。针对政府管控增加设表演艺术科系，总监港校校长林淑桂认为讲是会当，因为台湾的市场无够大，若是讲大家拢烧钱要开班，无相对应的资源，安尼学生的未来是会互人操烦的。如果人才够多，可以去做培育的相关的工作的话，那当然那才是一个重点嘛。那可是像我们学校现在出来的，可能我们有65%继续升学，可是我们在我们的升学管道里面，可能有一些小孩他发现到他有语言的天分，他最后是去应用日语系。林淑桂用总结来举例，表艺科的校友真侪人拢转去幕后，或者是下领域的发展，所以重点也是培养学生的基本知识甲态度。假使讲未来产业若是有需求，得当投入。记者综合报道。来讲花莲县寿丰乡的詹淑仪乡长，去年年尾去予国民党提名参选乡长的时，因为牵涉用5万块含对手烧圆仔汤，结果法院以违反选罢法判决有期徒4档，夺去公权3档。这条案还会当上诉。不过詹淑仪乡长这2日来已经提出辞职。花莲县政府嘛，伫3个月内办理寿丰乡长的补选。来到花莲寿丰乡公所内底，涉嫌违反选罢法，互判决停职的乡长詹淑仪已经无来上班。伊透过书面表示，无愿意乡长事务互停职来耽误掉，所以已经伫10时向县府提出下任职务的申请。政府目前正在这个审核他的辞呈，如果审核通过，核准他通过之后，我们在3个月之内要办理一个补选的工作。国民党籍的詹淑仪，前年参选寿丰乡长的时阵，涉嫌透过条仔卡用5万块，向有意愿要参选的对手要求放弃参选，结果，互花莲地检署以违反选罢法来起诉。花莲地方法院去年底审理终结，判4年有期徒刑，褫夺公权3年。詹淑仪表示会上诉，歌团伊的翁婿嘛会投入补选。另外，花莲县议员齐雪玉嘛有意思要争取。曾乡长他老公也要出来。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对，只要可以服务我们本乡那个。是呢，是一个基岩哈。那我想为我们整个寿丰乡的建设来更加的努力哈。花莲县政府目前是派县府农业处副处长周仁智代理寿丰乡长，
另外，还有丰平乡的国民党籍区福顺乡长，因为幽灵人口案被判当选无效，这两个乡拢必须要2-3个月来办理补选。记者综合报道。来讲通市关塘工业港的开发，环境影响的评估去年就已经通过。啊，不过环保团体一直咧批评这条开发案会破坏遐真珍贵的海草礁。早起因也搁再去行政院门口口တင်情，当当选的陈椒华立委就质疑讲，因为工业港落井的资料还搁有欠，根本就无法度看出这项建设会怎样损害大自然的生态。伊也要求这条案就要即时停工。伫行政院门口有布条，中兴关塘工业港甲第3天然气接收站施工会冲击藻礁生态。款团甲立委陈椒华来到行政院开记者会，陈椒华指出，包括宽屏、宽现差甲相关管理计划，拢无看到正正的资料，所以无法度确实评估施工可能带来生态迫害。尤其3阶工程跟工业港的施工应该立即停止，是不是会影响藻礁呢？这个其实都要重新来做地质的调查。不过，就伫记者会举行进前，中油传92年的资料来，但陈椒华认为，佮必须要详细研究资料是毋是有反映现况。另外一方面，款团坚持，若地方无依照文化资产保存法，甲藻礁鉴定是自然纪念物，中央政府应该有所作为。行政院在情况急迫的情形之下，它是可以做代行的。它的目的就是为了防范主管机关、地方的主管机关的一个不作为。抢救大潭藻礁行动联名刁吉林潘中正指出，总统蔡英文捌讲过，若中油第3天然气接收站会危害到藻礁生态，不应该来进行。但总统所言甲即马中油所做是无共款的，呼吁总统毋通先回藻礁设机失手。有关宽屏无正正的资料，是毋是应该先停工？环保署并无回应。记者林仁伟单撇路台北报道。这2日啊，云林县饲土鸡的农民为着要替鸡仔场挡寒，那鸡条外围用篷布覆起来挡风，佮点加速火要替鸡仔保温。啊，不过因为连续寒3天，这个农民嘛讲，规日兄雅数上届无爱增加8万块的开销。一个在鸡场的工作人员，无因到各鸡场来巡视，若发现加速无啊，都赶紧来换加速佮点火，就是惊冷气团带来低温，互鸡食寒时造成损失。天气比较冷，然后帆布就大概开一点点，让它通风这样。然后如果天气比较热，就上下都会开。就晚上天气如果比较冷，就要注意点火，然后旁边帆布都要关下来。鸡场人员表示，这2天冷气团来袭，气温向下降，对饲鸡业者考验真大，因为低温互真侪鸡只无法度来适应，所以需要采取多方面的保温，包括分阶段来调整帆布、点燃加速火。虽然增加袂少饲养成本，但就是要避免造成禽流感发生。鸡这3天呢，咱超另爱1只鸡的成本呢，爱个加超3块左右的点加数的钱。以我目前的鸡条规模呢，就是以这场来讲呢，我内底有3万几只嘞。但是因为咱24点钟爱点加数嘞，可能爱个加超7、8万块的迄个加数钱。环管府农业处嘛呼吁，这2天有可能出现10度以下低温，已经布产的农地。卖当伫农田灌满大约3公分至5公分的水位来保温，至于养殖鱼温，嘛需要来加深滴水，来加强农鱼养殖物预防航海。记者为您报道。这款的歌真稀罕，专讲劝人在世间，人有真高真含慢，俗语所讲为人难。早前民间有念歌的卖药团世界的表演，为着要让民众回想过去的文化，家己阮剧团和国定古迹家己城隍庙。邀请国宝念歌艺术家杨秀卿甲伊的学生，重新演出念歌卖药的实况。也当我一个老大人无代志，我要你来去咯，请你啊保重，定定顺行，讲小心。一个人搬衫角色的声音，国宝级念歌大师杨秀卿拿水拿球的精彩演出，互大家观众一直拍破啊！我听起来有一寡作文的台词，要毋过老师就会用拷贝互相唱，建志老师在那开讲，就敢看戏共款。较早古早的文化吼是生做安怎，甲现在安怎，所以咱原来爱保咱这个下一代的子弟看了。
伫咧家己推广台语文化的阮剧团，为着要让民众会当了解台语的文化甲趣味，特别邀请尤秀卿老师来固定古迹家己城隍庙的庙埕，重现以早网络啊先卖药的状况。烦恼什么话咧？烦恼我的家庭，产车是吃落宝，个人讲台湾所在是讲景好。阮即马就是讲，要来个宣扬我这个下代了解，这是咱祖先所流传落来台湾文化。阮剧团表示，伫咧演过年代，若是无2、3部七啊，是无法度伫江湖走跳。尤秀卿老师的演出，除了趣味以外，嘛当互人了解到早期的台湾生活甲台语文化，对少年人来讲，嘛是一个真趣味的体验。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啊，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字。早前走江湖念歌，去到倒位，拢总是青云人。这念歌的歌仔先，面对无熟悉这济人客，到底安怎样打扮，安怎样应变？歌句内底安怎样念，才袂去得失人？实在讲，真济走江湖这念歌艺术家，因本身家己拢有穿歌头甲歌尾，啥做歌头，啥又讲做歌尾。国情来甲所有观众朋友，咱来开讲一下。歌头见面，我扣一拍，大家出来听看卖。四句连讲，朋友姊妹，阮总请，千分毋捌恁的名，会得结缘最相疼，原谅小弟较无声。见面若即个四句连先念落，先称呼讲，千分我都毋捌恁的名，啊有影你，恁来听我念歌，听我卖药啊，我要哪会捌你？毋过咱会得结缘，咱来共讲好话，会得结缘最相疼。啊，恁吼原谅小弟，啊，若查某的就念讲原谅小妹仔较无声，这就是表示一种客气。啊，我虽然较无声，若无二步七啊，嘛毋敢徛伫咧遮点功夫呢。所以嘛是望你着爱斟酌听。啊，歌头也阁有哦，搁前阁扣另外一拍。原来无相像，原来歌头咧称呼，咧叫人行我来哦，行我来哦。四句连讲。我来念歌，互恁听，无要扣钱，免着惊。劝恁做人着端正，好死留皮，人留命。是啦，念歌的四句连见面，甲你讲，免惊，我无要扣钱。虽然无要扣钱啦，较等下吼，要卖淡薄仔药啊啦。总是我念的歌句，一定是咧劝人做好。劝恁做人着端正，好死留皮，人留命。啊，四句连有诶咧劝人讲，着爱做好哦。有诶咧唱迄个古早三国时代的故事，嘛有咧唱近来老母刣囝的杀猪报，也是讲单衫五娘当伫咧恋爱，迄种感情故事，一幕过一幕，歌头念落去了后，招人去行我来，剧情当精彩，我药仔甲卖落去，开始叫花了后，结子收煞，收煞歌念完嘛，得爱共收拾呢。歌尾又搁安怎样唱？各种共款扣几拍出来，甲大家互相研究。歌尾讲少年姊妹种兄哥，咱来听歌哪佚佗，听无介意毋通错，当作盈盈听小波。我这歌内底咧念吼，有当着啊得失人，我家己都毋知。咱比一个来讲，我若咧念周成过台湾，我下下定定，恁大家围做伙咧看，内底原来有姓周的咧，原姓周的，敢有遮衰歹？来到台湾，着放杀原配车，就会交着封尘查某。要来甲我计较要安怎样？我只好用四句连来劝人讲：我念歌，互你听，你当作哪佚佗？听无介意，毋通错，当作盈盈听小波。啊，过来，歌尾爱讲好话，讲歌念甲遮车摆，通知列位众兄台，有缘见面等后摆，祝恁添丁大发财。是啦。走江湖的人，就是用歌头、用歌尾来劝人，来提醒人讲：我好意来到遮，出外人你着爱少照顾。啊，2020年台湾的灯会，即摆原来要招募所有观众朋友，大家着去看呢。2月23就要开始登场，伫咧后里的马场的展览区，毋但有各种灯会展示，文化局阁安排街头艺人甲艺文团体现场演出。甚至阁有台湾真罕见的新马戏表演，逐工都有无相像的节目，咱来看卖。
伫台中举办的2020台湾灯会，民众会当伫后里花圃园区、甲文心森林公园看花灯。另外，后里马场逐工暗有舞蹈、传统戏剧等精彩演出，其中毛台湾真罕的看新马戏。取自生活会有的事情，然后再套入马戏的元素，所以让大家可以有更多的幻想、想象空间。甲一般民众的生活做结合，剧团嘛将武汉肺炎的疫情期间民众的生活情形加入表演。像最近有这个疫情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会用口罩，就是都会套入我们的表演里面。像这种东西，观众就会下面就一片就会觉得很好笑，因为他们就会呼应说，对，最近都抢不到口罩。受到武汉肺炎的影响，真侪人减少出外计划，不过还是有不少民众是规家伙仔来灯会参加活动。阮拄要对那个垦丁佚佗转来，啊，经过休息站，看到有这个消息，啊，就带囡仔来遮看卖。之前看过的表演就是直接就是做特技，然后这次看到的表演就是前面会做一些现在有些上班族那些的会做的事情。除了有真侪表演团体连续登台，灯会期间，大家下晡嘛有街头艺人伫园区做表演，希望会当互来遮民众看到精彩艺术表演。记者综合报道。来讲20年前，一个徐家斌先生一开始保存古建筑的花仔态度花砖，一开始是为着兴趣，买手若看到人伫咧拆厝，就会赶紧去将花砖保留落来，愈收愈多。伫咧2015年，伊也成立台湾头一间花砖博物馆。永安公司台1台台湾新眼界节目，招观众朋友来看徐先生的用心甲拍拼。徐家斌是位真介意台湾花砖的台湾人，为20年前开始伫台湾各地找花砖，原本只想要保存花砖。不过，伫2015年，徐家斌伫家己买一栋有100年历史的老厝，成立花砖博物馆。迄时阵我嘛无想听，我大概想一礼拜，我就甲买落来。买落来，我大概用2年的时间去甲修理。修理之后，就甲我保存的花砖放伫遮。一开始只是将收藏的花砖放伫遮，不过却愈来愈侪人来遮参观，嘛因为收藏的花砖数量真侪，所以就来成立博物馆。不过徐家斌说讲，这是全台湾上散车的博物馆。因为伊逐块伊的所有物件拢毋是买来的，伊的所有物件拢是保存落来的，所以每一块花砖、每一块家具，其实拢对阮遮的人拢是做温度。博物馆内每一个角落、每一项物件，拢是徐家斌甲志工做花救回来。对于这个古物历史，徐家斌无嫌麻烦，尽家己的力量详细讲解，就是希望大家会当更加了解花砖伫台湾的历史。记者杨淑成、林凤明采访报道。咱搁来讲南投草屯，遮的农民种出大龙77号的白米，这有一个封号，在台湾顶级的越光米。当草屯农会和公所合作，将这款好米外销去国外。头一批已经有销16吨，这也是草屯农会成立100多年来头一摆把米销出国去。这对位产力挂回来的稻仔，顶头的切仔。金鱼搁巴甜，这就是南投草屯由农业试验所所研发的大龙77号白米，也是顶港有名声、下港真出名的顶级越光米。因为有草屯好山好水的加持，大龙77号白米米心完整，做起来筋骨搁有气味，这品质和日本的越光米会通得比拼。讲到家己种的米，农民是拢真有信心。第一个，它是有一个阿嬷的味道，有锅炸。阿嬷煮的那个米饭的一个味道了哈啊，第二个它的 Q 度、它的软硬度啊，非常适合啊一般的中老年人。为着行销在地优质的农产品，草屯镇农会正积极伫咧拓展通路。伫咧农委会的协助之下，联合草屯镇公所启动海外行销的模式。前一阵仔，佮伫咧南部咖米厂宣示农会成立100多年来头一届，甲台湾顶级的越光米行销到海外，包括新加坡等等的所在。头一批就会卖16吨。
这一次也是一个长单的出去，当然数量不一定很多，但是这个单我们希望是可远可久的长单啊。那这个橄榄油的部分呢，我们还特别做了一个全世界唯一独一无二的一个这个环卫标签的这个认证。除了越公米、烤地油，草屯镇农会所开发的鲜米、牛奶茶、含绿茶，也因为品质好，成功入去新加坡的市场，创造稻仔多元化的发展，也吸引真侪大盘来收，成做台湾的荣耀。记者综合报道。农业公园咱来讲渔业，屏东东港这2冬有发布限制渔民偷掠烟花蟹的命令。自本一只船出海掠1箱15公斤，一抓极计会当掠12箱，但是改做限10箱。啊，旧历过年过来到冬，也因为物产愈稀罕，价数也愈价愈悬。当年11月份到5月份，拢是咱台湾掠花卡卡的时间，因为连续2年这收获真歹，东港花卡卡的3小班新增加掠花卡卡的规定，也就是自本一只船出海，一届会使掠12箱，即船下收到10箱，每箱15公斤重。过年了后，渔民为新历2月初3开始掠，即阵介绍开红盘，大家拢真欢喜。所以说那一天2月3号的时候呢，这个价格呢是落在6000。1箱呢6500至7300的价格，所以说渔民呢相当高兴，说这个开红盘哈。屏东东港渔会总干事表示，原地各个烦恼介绍会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受到影响，佮加上外销的介绍一直拢有变动，惊介绍会无好。不过即马平均4-5箱的产量，因为介绍有起来，渔民也通得赚800。现在产量呢转差不多4至5箱而已啦。平均7000的话，每天差不多35000块的收入呢，这样渔民也是蛮不错的一个收入。销日本呢，不错的这个价格。这几年东港花卡卡3小班因为积极限制掠花卡卡的数量，互渔业资源会使永续发展。即阵毋但海洋保育的成效真好，渔民伫咧市场的销售成绩也称悬，有赢1.2个，双边拢赢。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讲顶2日，英国去予暴风雨霜冻真忝，有的所在风势透甲真罕得看的13级则强，佮有的角头伫咧一短短2天内落的雨水，超过逐英年2月规月日所落的雨，到目前已经有2个人不幸因为这边的风雨来死亡。啊，伦敦的国际机场跑道的风嘛透袂休，飞机的起落看到互人真正提心吊胆。为民使用这只阿提哈德航空的 A380飞行机，并无甲平常时同款，机头对准跑道方向降落，是亲像摸蟹伫空中行路同款。等甲主要起落甲落地了后，机身则滑过来对准跑道方向出一段距离，随后又个转向边的草坡啊，载摩重量超过570吨的 A380就安尼啊，其他体型较细飞行机就免讲啊。然后落地了后，驾驶人员又甲机身摇起来，佮飞一摆的状况一直发生。就算佮飞一摆，也是有危险性。毋过在丹尼斯暴风造成的43只真强的强风之下，这嘛是无法发中的办法。英国太阳报引用民航单位资料指出，出入伦敦的希斯罗机场、甲盖特威克机场有6城甲3城航班强取消或者是延后。除了强风，丹尼斯嘛造成大水祸。威尔斯甲英格兰边界部分的地区，为当地14拜五暗到16礼拜日早起48点钟，累计雨量超过156毫米。比过去2月份平均111毫米的雨量是加真多。Last night, the water boards they was knocking on our door, move the cars, and we moved the car, and after then, just rapidly the water rised, and suddenly is in a house. 有民众袂赴刹车，向来大水就安尼甲车抢走去。为了支援救灾，英国国防部佮指派一批陆军官兵到灾区帮警消人员。气象单位表示，丹尼斯暴风上摆状况虽已经过去啊，按个未来几天也是有强风甲大雨，民众千万唔通放轻松。记者综合报道。英国讲完，咱来讲香港。香港当时含中国隔壁的厝边苦淡甲小廉，大家唔若喙暗欠。今日透早竟然佫发生有一间超市，去予3个歹徒拿刀抢600捆卫生纸去。因为香港政府进前宣布讲，要甲一寡诊所和社区改落去新遐的可能致病个案，这也引起民众真反弹。可见武汉肺炎的疫情已经造成香港地社会上普遍得个惊吓了。民众抢买民生物资，因为买无测验了后，佮买少香港民众烦恼生活用的物件买无，爆发民众抢买民生物资。
结果就是早起，王家阁发现有歹人伫超市夜道抢劫，抢差不多50条600根的卫生纸，差不多新台币7000外块。武汉肺炎疫情咧拖，甲中国订有往来香港，可是大家拢真惊吓。目前确诊个案累计超过50例。港府计划要设立检疫中心，要将部分诊所甲社区改造接受疑似个案的指定地点，但可是造成附近的民众反对。自己家园自己救，自己家园自己救。昨日暗，九龙湾、火炭、长沙湾甲西贡等地区拢爆发游行，真侪大户挂水岸手提扛棒，反对伫居住地附近设立检疫中心，或者是指定诊所。期间，甲警方发生冲突。县政府讲过了摆设立检疫中心，甲指定诊所是必要措施，希望大家体谅。按个疫情要安怎发展，佫有真侪变数，民众心内嘛惊吓。记者综合报道。来讲本地4月要伫咧中国上海举办的 F1 赛车的运动比赛，宣布有要千较万才举行，毋过拢无公布新暗算的日期。另外，东京奥运的委员会已经伫咧彩排亚盛会的工课，毋过当美国就有媒体分析讲，若是奥运要照本地暗算的期间就去举办，疫情竟会愈拖愈开。首亚奥运的盛会，日本女明星石原聪美甲其他艺人到场参加东京奥运盛会团上的彩排。虽然目前武汉肺炎日本的病例已经来到59例，不过东京奥运筹委会也是表示，奥运会如期举办。不过因为惊讲观光业受到影响，日本一直无宣布入境管制。美国 CNN 就指出，若是奥运拍算如期举办，差不多3月份都有真侪游客来到东京，到时阵可能无法控制疫情拖开。若原本4月份要伫上海举办的 F1 赛车确定延期，不过无公布另外举办日期。So I think disappointed, for our fans and the sport, but realistically, I think the priority still is health and safety of everybody, and certainly our thoughts are with everybody in China, and hope they get on top of this as soon as possible. 官方立场讲是延期，不过无公布延赛举办日期，因为 F1 赛艇真慢，真歹改变，本季直接取消机会真悬。上海站为2004年开始到打，连续举办16年，嘛是中国目前以下 F1 规格国际赛道。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天气变愈寒，各地头温度的变化，咱就同齐斟酌看。北部11度到13度，中部13度到18度，南部16度到19度。东部这边12度到18度，金马平湖9度到16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